我是芊芊姐姐齐千孙，我是美丽泰服嘅客家妹耶。我很喜欢分享我自己的快乐还有幸福的分子给我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当他们脸上能够感受到我所传播的快乐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快乐的程度应该比他们多很多。我现在目前呢是一个正职的视觉设计师，也是音乐创作人。我想借由您的眼睛还有耳朵，好好来感受我的梦想，我的世界。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千孙，我是徐千顺。今天呢，我要把我自己在创作还有在音乐的道路上面的一些经历，要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呢，能够带着一点点的收获，可以回到你的家中。你在小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想要成为一名超人，你想要成为一个蝙蝠侠？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想象，对不对？但是你曾几何时，你忘记了你自己梦想成为你心目当中的那个英雄了吗？但是到了我18岁的时候，当你们要上大学的时候，你曾经有没有问过你自己，我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你只是因为你的分数而让你自己填了一个你不喜欢的志愿，就这样子浑浑噩噩就是读了4年的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非常可惜的，但是我也是这样，因为到18岁的时候，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到底以后应该要变怎么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人呢？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叫做数位媒体设计学系的一个科系。那这个科系呢，它让我从零开始。因为我什么都不会，我那时候并不是职业学校毕业的，我只是普通科毕业的学生。我不会画画，我只会一些些的钢琴，我有一些些的累积的一些作品。但是比起一般职业学校画画的学生而言，我算是非常不怎么样、不起眼的学生。但是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必须要从零开始，而且我要比别人更加倍的努力，我才有办法迎头赶上。那时候我上了第一堂电脑课，那时候用的是麦金塔这样子一个这么漂亮的电脑，天哪，我竟然不知道开机键在哪里。那时候觉得哇，这个电脑真新鲜，可是我却不知道开关键在哪里的时候，我是从这样的一个学生开始慢慢努力而来的。但是我也只能尽力。再来，我的第一个基本设计的作业是做一整个建筑物这么大的一个骨牌，而骨牌每一个都是手工的。我的天哪！但是我也只能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再来，这是我第一堂的裸体课，裸体老师的正面竟然是朝向我，我就也只能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我也只能这样，然后这样跟那样，我一直羞愧的，就是红着脸。然后呢，我记得我也只能尽我最大的力量，我去画完了这张素描。其实，在人生当中，你们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跟关卡。那当然，你要尽你自己最大的一些本事，还有你自己的努力，你真的一定要尽力去把它完成。就像我完成这张素描作业以后，但是18岁过后到22岁，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要长大了，应该要好好的去正视自己，你到底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职业，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啦，那我现在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之后所慢慢实践我小时候梦想的一个途径。当然，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专注于我所热爱的事情，我接触我所热爱的人群，我乐于训练自己的勇气，还有我善用我的能力帮助别人。我看以前都不曾看过的书，交到以前不同以往的朋友，还有我听取不同的意见以及指教。当然，你们会因为这几点我所学习到这一些东西，你的世界将会再不一样。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只要梦想着一个目标，并且去实践它，你就会完成你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还可以为孩子做更多的事情吗？我还可以为客家文化做些什么事情吗？我还可以为我爱的这片土地，还有人们，还有世界做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吗？200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看到那个图片上面的这2只童话宝宝，这是当时我帮那个客委会去所做的童话季的一个吉祥物的造型。那么我也把我自己的插画，不仅仅是在音乐上面，我也把我的插画然后放到我自己的作品当中，希望能够用很可爱的形象，希望让大家能够接触，进而了解客家文化，进而喜爱，而进而推广。当然，我们也在很多的场合跟小朋友一起分享我们的音乐，搞的用蛮公客家话怎么说客家话，有时候1、2句的客家话，让小朋友带回到家里面跟家人一起说的话，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那正是让他们了解到，在这么多元的这片台湾的土地上面，你要尊重每一个文化跟语言，那才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OK， 当然最终呢，我也得到了金曲奖最佳儿童音乐专辑奖。我把课庄的12个月份，然后分成12首歌，我用我的歌，用我的画画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说出来、唱出来给大家听。我自己也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每年我帮客委会，还有台北市政府，还有新北市，还有桃园市政府，我们都出了非常多的专辑。那这每一张专辑全部都是我们的心血，不敢说是很赞，或者是在大家看来是100分的作品，但是这一些作品却是我一路踏实以来，我对我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见解，或我对于我的文化的一些诠释。而我觉得，身为一个客家的阿妹阿塞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使命，也是我觉得很开心跟很骄傲的事情。还有，我把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些特有种的动物，我也把它画到我的插画里面去。我跟小朋友一起带动唱，每一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都跟他们一起带动唱，当然全部都是唱客家歌，然后跟他们讲一些客家的一些元素跟故事。相信小朋友在跳完整个律动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开心的，可是他们可以带1、2句客家话回去，比如说问人家塞爆嘛，或者是塞翻了嘛。我觉得这一些在生活当中某一句的语言带到他们生活里面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的感染力跟扩散力。我们有带小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手作，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手作去了解里面的故事以及意涵。当然，因为我很喜欢在地的一些文化，还有一些视觉的概念，所以我也帮了去年的世大运，明年的世大运做了前面的一个，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比赛，而我很荣幸的获得到了首奖的一个殊荣。这个呢是希望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朋友希望聚集在一起，成为一家人。而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客家的概念，客家以客为家，以客为家，所以来者是客，所以我们客家人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们。所以我希望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可以碰到不一样族群的人，希望你们也可以予以尊重。好，这个呢是今年的台湾灯会在桃园，我是整个总体的规划设计师，然后包括整个视觉形象，还有包括整个视觉的色彩，还有包括这2只是很可爱的吉祥物阿桃还有元哥也是我设计的。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呢就会代表着我们台湾，带着我们的客家文化的意象。你们注意看，我其实在我的作品里面都会把很多的客家元素放进去。你们看到这里有桐花，然后阿桃的这边，它虽然叫阿桃，是一颗水蜜桃，因为桃园是产拉拉山的水蜜桃，我把桐花的意象也放到它的头上去，所以它代表着客家文化，还有桃园在地的意象文化，我们要推广出去，给更多的人，甚至是世界各个角落。可能以前大家都不会说我是客家人欸，你好像就是外来的人，或者是跟我们闽南村落是不一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不会。现在我是客家人，我可以很骄傲的讲出我的语言，还有我可以很骄傲的分享我自己的文化跟美食。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
留念的。别人一直问我说：“千燕姐姐，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很简单，当我是一个65岁的阿婆的时候，我提着我的菜篮去买菜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从对面走过来，然后哼哼唱唱着我的歌曲，我觉得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那叫做不枉此生。所以呢，从以前高中、大学、研究所，然后到现在所经营的这些东西，一步一脚印这样子的历程走过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但是你要问我说我现在是什么职业，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今天是什么职业。可能我现在是演说家，可能我下一秒到我的工作室，我就是一个画家，可能我的职业一直在变。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做什么像什么，也有一句话叫做你要有因为要有梦想而伟大，对吧？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你是不是开始要去思考自己到底应该要走怎么样的路？而这个路上面，你如果会感觉到孤单，那是因为你没有拉拢很多很多的在地的元素进来，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同。而我在这条路上不孤单的原因在于，我拉了很多很多的人的认知进来，还有拉了很多很多在地的这些宝藏进来，融入到我的创作里面，不管是音乐还是影像创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面的心电感应，或者是一些认同的。所以在你的路途上面，总会有掌声，总会有笑容，总会有阳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你就是想象自己像是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你跳进了这个兔子洞以后，你就开始去寻找你很多很多的梦想。当然，最终的跟爱丽丝一样，千万不要放弃任何的梦想，因为你们因为梦想就会变得很自由、很伟大。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心在哪里，光就在哪里，跟着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光走。从小的时候呢，我虽然没有生长在客家庄，以为自己很会听客语就算了，但是到大了，我跟客家的连结，发现这块土地上面的美好事物以后，我觉得这块文化如果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探索出来，或者是没有被发扬出来，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呢，我就运用了我自己的专长，绘画还有音乐的部分，我让我自己的客家元素可以装到我的创作里面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不要放弃任何的梦想，不管你是像我一样想要小时候成为一名织女，或者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或者想要成为一名画家，没关系，都无所谓。但是请记得，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也不要忘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梦想，而且坚持到底，你一定会达成它。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安子 C。